依家帶住我哋40位香港團友嚟到佛山嘅金榜題名街。佛山行程第2日啊，我哋出發餐廳食乳豬團體啊，燒豬係啱啱燒出嚟嘅，每圍台1大隻，仲加上我哋嘅燒雞、羊尖椒、炆豬腳，仲有荷塘小炒等等嘅地道特色美食。如果你哋中意食廣東菜嘅話，不妨試試呢間餐廳啦。金榜街係佛山明清時期高中狀元貼王榜嘅地方，依家慢慢演變為小食街。呢度小食眾多，有30蚊14隻嘅椒鹽大蝦，18蚊一條嘅烤鰻魚，18蚊一份嘅豬腳筋，15蚊一條嘅雪條啊，仲有現烤現賣嘅雞仔餅，卜卜脆，非常之好食啊！金榜題名街匯集咗佛山所有嘅特色嘅美食同埋小食同埋手信，呢度通通都有啊！對於我哋呢啲旅遊客嚟講，最中意呢啲比較有特色嘅文化小食街。佛山嘅網友們，仲有咩佛山嘅特色步行街？可唔可以喺評論區呢度話俾我知？